踩了多少菌子？天天吃菌子，就不能踩点别的吗？怎么，嫌家常菜寡淡了？想吃宫廷宴席了？可到了宫里，我吃的还是家常菜啊！吹什么牛啊！你什么时候去？南梦湖仿佛还回荡着千年前的欢声笑语，可我一挥手，眼前却只剩今朝残阳。那块玉佩辗转千年，来到我的手中，我又亲手将它送给了陆渊。完成这因果之环，难道就是此行的全部意义吗？北烈入侵的那个黄昏，缘起之变的那个夜晚，便是你我的开端和结局吗？沈先生，当真这么认为吗？你是卖我玉佩的那个老人家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不，江州市的新政策，景区又让摆摊了，我当然也就回来了。我是说那块玉佩。我不是提醒过你吗？美玉可凝神静志，那残缺的玉啊，只怕为你徒添烦恼。可我看你好像也不在乎啊。您是从哪儿得到的那块玉啊？这块玉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说是要交到一个叫沈不言的人手里。祖祖辈辈啊都没有等到这个人，没成想被我等到了。那您的祖上是陆渊？他不是死在缘起之变了吗？我的祖上并不是陆渊，但他也并未死在缘起之变。杨将军，我们若再不进去，皇后娘娘恐有性命之忧啊！我比你更急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若没有你，华元又怎会与我反目成仇？就是现在，准备配合小王子。中箭本就是计谋中的一环。陆渊，沈不言，自你突然消失的那个雨夜开始，我似乎就将自己的心封存起来。我尝试变得坚强，可一次次希望总是一次次幻灭。我越来越笃定，一切已成定局，无从更改。你口中
缘起之变的那个夜晚，我真的会命丧李庸之手吗？可当那一天真的到来，望着你触不可及的脸庞，我又想起了往事。是你告诉我，被欺负就要反抗，是你指引我要坚定选择自己的道路，是你一直在和命运抗争，哪怕一次次希望，一次次幻灭。我才回过神来，发现真正的坚强并不是封存自己的心，又或许，我其实从未真正封存过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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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一华，我们成功了吗？小姐，放心吧，城防图我们换回来了。杨将军，在，准备迎敌。遵命。报！宇文都尉，不好了！说，城防图是假的。我们中了杨冲的埋伏，现在节节败退，马上就要顶不住了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李勇，我们这么信任你，你居然出卖我们！不可能！我亲眼看见李丞相从御书房拿出城防图，怎会有假？若是假的，大事皇后又怎会如此大动干戈？赵启龙，你个蠢货！李勇根本就没打算和我们合作，一切都是他的计谋。让开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难道你也想叛国吗？李勇，你说话呀！李勇，你说你是直接跟我们合作的，是不是？你不知道城防图是假的，是不是？你说啊！原来是那个孩子。你说什么？什么孩子？阿渊呐，阿渊，我输了。但我也并非一无所有。奸贼，休再胡言乱语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押下去，严加拷问。伪劣蛮子！我李庸20岁高中魁首，10年7千，连月10劫，当海寇，平山匪，谋以定国。你当真以为我会投敌叛国？告诉你们，我生是圣国人，死是圣国鬼，我才是圣国。
最大的功臣。传令下去，将李庸的尸体调到前线去侍卫。是。没想到李庸的贤相之名是这么来的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你当下看到的一切多是说法，不一定是事实。可书中写着，陆渊死在了缘起之变。要不你再看看。恢复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别忘了，这本书是谁写的？是我写的。是啊，自始至终都只是你自己的想法和说法在变罢了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原来陆渊的命运从未被改变过。他没有死在缘起之变，所以他依然是暮年之时被圣武帝楚同长以妖后之名除去，对吗？没错。可圣武帝楚同长应该知道陆渊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圣武帝又何尝不知？所谓妖后，不过都是世人对他母后的偏见罢了。您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我的祖上就是楚同长，是9国乱世中一统天下的帝王。那他到底为什么？沈先生，有些事得要你自己去找答案。你经历了这么多，难道还相信别人的说法吗？小姐，您这是何苦呢？今日是上巳日，我知道，你是又想他了。我还会再见到他吗？每个上巳日，您都在这里等他。可缘起15年的那个夜晚，您就已经知道答案了，不是吗？可我还想告诉他，我还活着。我每天、每时、每刻都在想着他。你说他还会念着我吗？小姐，我相信心诚则灵。沈先生，你真的不许个愿吗？5元一次。最新消息，江州市南梦湖景区发现一座古墓，现场专家初步推断，这座古墓很可能来自9国时期。由于史料匮乏，9国时期一直是一段扑朔迷离的混乱岁月。
此次考古发掘或将解密诸多尘封的历史真相。楚通常按照陆渊的意愿，将他安葬在了南梦湖。随他下葬的，还有一封为他平反的诏书。如今我终于知道，原来在你生命结束的那一刻，才是我第一次见到你。原谅我陌生的眼光。母后，儿臣可以说服百姓，为您证明。您不必这样做，儿臣也能开创一个太平盛世。通常，可是大圣这么多年的累弱，是需要一个说辞的。除掉妖后是民心所想，这样百姓才会期待即将到来的光明，而这光明，母后，相信你能做到。可是这么对你，太不公了。这么多年，都是您在为大圣操劳。通常，你要记住你的名字，契约无异，与子同长。你要永远站在百姓的这一边，做一个体恤民生的君王。而我的是非功过，自有后人评说。陆渊，我会花毕生时间去研究这些新的史料，向世人还原一个最真实的九国时代，为你们证明。待会儿帮我在这儿拍张照。啊。哎，这不是那个妖后录什么的？哎呀，不是都已经证实了不是妖后吗？你有没有看新闻啊？那好看啊！这弦怎么是断的？好像专家说他入土的时候就是断的。真的假的？断的可不好。怎么就这样？太奇怪了！你说哪个王贵族太可惜，断了线以前的制作工艺真的喜听有个 UP 主解说什么完好的缺的只是物件，断了弦才是故事。可能有什么自己拍下来吧，听起来还挺浪漫的。哦，确实断的。
你的弦外之音太隐晦了，比咱们的密码本还隐晦，后人听不明白啊。不明白又如何？有一人懂，便足矣。我也不懂，不如你讲给我听吧。我想你了。陆源，你叫我什么？陆源。你不是陆源？不是，我是陆家丫头。陆家丫头？那你是不是有个阿弟，叫陆石？不是，我阿弟他叫陆家小子。都是你阿爷的主意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阿爷只希望你们是南孟湖野生野长的无名小儿，不登奴籍，不使兵戈，所以瞒报了姓名吧。阿叔，你身上穿的这些都是什么呀？阿叔？干嘛？你都有白头发了。难不成我还要叫你哥哥？是吗？我帮你拔了吧。你看。不过你也用不着羡慕我，我很快也会长大的。我阿爷说，等这棵小树苗长高了，我就长大了。我长大了，我阿爹也就回来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水也浇完了，你家不远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你怎么知道不远？你去过吗？你才多大，能走多远？哦，那好吧，正好我阿爷还等着我吃饭呢。我可不能让他担心了，走吧。对了，阿叔，你去过江都吗？去过。那你去过皇宫吗？去过。那你见过皇上吗？也见过，不过不是现在这个皇上。那你能不能帮我问问皇上，什么时候才能不打仗呀？如果不打仗的话，爹爹就能一直陪着我们了，我也不用每天都来浇水了。在不久的将来，
圣国的百姓会因为你过上太平的日子。我？那我该怎么做？你不需要听任何人的，爱你所爱之人，做你想做之事，终有一天你想要的都会实现。要知道，冤的本意是鹰。真的吗？我还以为是纸鸢呢。真的，你不需要那根线。所以啊，小丫头，你可能要自己走回去了。我还会再见到你吗？会的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阿叔。沈不言，沈公子竟是如此懦弱之人，连当面告别都不敢吗？抱歉，陆姑娘，在下实在有要事在身，礼数不周，还望陆姑娘不要见怪。沈不言，你站住！那日你问我，如果知道一个人10日后会死，你会选择告诉他吗？那我现在问问你，如果你10日后会跟自己喜欢的人分开，你是选择第1日便走，还是陪他度过剩下的9日？早点走，分开的时候就不会痛苦了。可是你都没有尝试过，你怎么知道结果会是痛苦的？你不懂，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尝试了太多办法，可命运总用各种方式和你作对。我也想留下来，可我又能留下来多久了？可越是这样，你越应该珍惜相处的每一刻。我出身低微，本没有太多奢望，直到遇见了那样一个人，是他教会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东西，告诉我南梦湖之外还有广阔的世界。我宁愿承受失去的痛苦，也不愿意一辈子麻木不仁。和你拥有一段温暖的回忆，对我来说，已经是一种幸运了。我答应你，无论长久或短暂，我都会好好珍惜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寸光阴。陆渊，你随我来一下。可是我还没收完衣服呢。先别收了，你看，匡豪，
从哪儿弄的呀？买的呗，难不成还是偷的呀？你什么时候买的呀？昨晚。昨晚？昨晚我怎么没看见？那你看到了还能是惊喜吗？这你花了不少银两吧？没事，我拿用不着的东西换的。我已将玉佩舍弃，会不会就能一直留在你身边了？小姐，你在给沈公子做衣服啊？哎呀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叫我小姐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是主仆关系。你就让我叫吧，小姐与我有大恩，不叫我心里过意不去。睡了吗？请进。我看你们屋里灯还亮着，想来是还没睡，所以想过来说声晚安。晚安，陆姑娘。晚安，以华。沈公子，这再见晚安病可真病得不轻啊。不过这再见晚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跟我说，这表达的呢是一种礼仪，是对一个人表示珍视。哦，就是听起来有点奇怪。再见晚安。陆大哥，你练得这么好，怎么满面从容的？练得好又有什么用？我在预备营表现得再好，他们一看到我的脸，就只会嘲笑我。难道我就要做一辈子陆小花吗？以貌取人的家伙都是自己没本事，你做自己就好，不要跟他们计较。哪怕我不跟他们计较，这日后上了战场，敌人看到我的脸，恐怕也不会有丝毫的畏惧，只会嘲笑我，嘲笑，拿我的脸当做他们鼓舞士气的工具。要不你就这样，只露一双眼睛，一骑绝尘。这样？不过这样的话，你就没有手拿兵器了。要不这样，狰狞一点，明白吗？再凶一点，眉头再皱一点。要像虎豹一样。那个，我得去军营训练了。
我每天都会和陆渊道一声再见，晚安。因为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又会突然离开，这琴瑟和鸣会戛然而止。原来你不仅会箜篌，还会这么多。这个呢是我阿爹教我的。从那个时候我就喜欢上了音乐，在音乐里面，我能找寻到最简单的快乐，不只是箜篌，哪怕是一片树叶、一些碗筷。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人能听懂它的声音。我听懂了。哎呀，你别光顾着画了，快快快，青菜、窝窝头，快尝尝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地窖。地窖。对，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坑，用来储存食物的。这样应季的蔬果能放上好几个月呢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些蔬菜能在地窖里从秋天放到来年的春天？没错。那太好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把秋天的蔬果拿到集市上卖，就能卖个好价钱，对吧？你真是掉钱眼里了，你。好疼啊！地窖是为了过冬，现在是春天，你急什么呀？当然急啊！我的梦想就是要赚好多好多的银两。这世界上有什么比赚钱更重要的呢？对吧？我们有了钱，才能更好的生活呀。对了，我要去山上看下有没有什么君子好货，努力赚钱，全部都存起来。我走啦。我陪你一块儿去。别，你就在那儿好好弄你的地窖，这样我能多存点东西。还有窝窝头和青菜别忘了吃啊，别浪费。再见。什么？没事。我真希望自己忘掉对这段历史的所有记忆，不知未来，才能过好当下吧。撤！陆家有人在吗？有，来了。火风堡的信。火风堡。撤！小姐，火风堡来的信，我不敢打开，是不是陆大哥他写的什么？前线形势不妙，火风堡恐怕不日将会沦陷。本安王不愿离开，打算死守。若真的失守，琉璃谷将会成为前线战场。那怎么办？把家中值钱的东西拿去当了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好。这能换了？不换。不收，无以无换物。谢谢店家。您好，请问这根簪子能换多少银两？姑娘，现在就要打仗了，哪还有银子换？都留着准备逃难了。多谢。不好意思，店家，这块玉佩是不久之前一位公子在您这儿换的吗？啊，是啊，他从我这儿换了一件箜篌。这些给我换回来的吗？小姐，你这没换到银子，怎么还倒贴一包首饰啊？
你就是找到木间贪污罪证的陆渊姑娘吧？是我。你是？李节度使派我来找你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李节度使。小姐。一华，你先回去等我。是。参见李节度使，人都到齐了。好。你们3人是我们乡里最善演奏的，可知我召你们前来，所为何事？军爷们想听什么曲啊？我们可为军爷们解乏。你呢？只要节度使喜欢，妾身愿意日日来军中演奏。陆姑娘，你呢？我的想法不同，但是不一定对。但说无妨。嘉帝来信说火风堡不日就会沦陷，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琉璃谷，堵住北烈进入江都的必经之路，这样能够守住更多的城池。你们2位先下去吧。接着说。传闻北烈人每占据城池，都会让乐师奏乐，为军中士兵鼓舞士气，休养解乏。你们需要找的是能够以身犯险，打入北烈内部，获取情报的人。不错，听说你善奏箜篌，那你可愿意担此重任？我回来了。陆渊，陆渊，你可知此去九死一生，一旦暴露北烈人的手段，我知道，但是南蒙湖是我的家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？不过节度使大人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可容我片刻与家人告别？可以，但只有1个时辰。阿石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马上就要上前线了，军中许我回来与家中告别。别人家总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，可阿爷反倒希望你们蠢一点、笨一点。阿爷，我知道，你们都有很多大道理。可阿爷是个俗人，什么江山呐，黎民百姓啊，阿爷不在乎这些，阿爷只在乎自己的孩子都能平平安安啊。阿爷。阿爷，慢点。阿爷也明白，你们长大了，阿爷不能这么自私，不能因为害怕丢了你们，就让你们丢了自己。你们想做什么事，撒开手去做吧，别担心阿爷。阿爷现在身体还硬朗着呢，再不济啊，一华姑娘也会把我照顾得很好的。
什么？我们永远是一家人。陆渊，陆渊，陆渊，沈不言。你回来了，我备了些菜，回去做给你吃。听大雨凛冽，你在哪儿拿的这玉佩？我在集市上看到的。我想你把它卖掉，是想给我换一架箜篌。这个玉佩对你来说，你也很重要吧？我要去一个地方，今日就得走，所以没有办法和你一起吃晚饭。但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陆远，我想把它送给你。一世诀别，凝望着你背影不忘却，不会坚持那一刻才能逃出因果，又一次擦肩过，隔着千年座长梦，梦醒来看不破，总会余生那一刻再将你收进我，一滴泪却滑落，终究是死若是错。沈先生，你可想清楚了？鱼在水中游，是人也是猴。为离别那一刻，白发青丝交错，只一念不可说，还在世俗里沉默。应向何处？如果不是他，我也不会遇见你。那，这算是我们之间的信物吗？算。有他在，我就会一直陪着你。沈不言，
宫、商、爵、清爵、止、语、变宫，每一个错音和错音之间的间隔都指向了《诗经》的某一个位置。这样你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传递消息了。那我岂不是要把整个《诗经》背得滚瓜烂熟啊？当然了。可这些东西对我又没有什么用。等你用到的时候就晚了。秦风无衣，第32字。是。可以吃饭了。烤鱼。喂。快背。别渴了，别渴了，快，喝点梨汤。谢谢。我来。你这咳嗽老不好，多半是因为每天讲话太多了。上次咱们说到射手座了吧？射手座，你是不是该学点武艺防身啊？这个我可教不了。那你可小瞧我了。好，哎，错。可以啊。哎，你阿爷不是不让你和陆石习武吗？我阿爷只是怕我和阿石步阿爹的后尘，但是我和阿石知道，如果阿爹还在世，他肯定会支持我们的。我已经没什么能教你的了，还剩最后一课。最后一课。阿渊，不好了，阿石他出事了。别打了！公子爷恕罪。阿爷，公子爷，我家小畜生不懂事，你这小畜生，还不快起来给公子爷磕头认错？阿爷，我没错，错的是他横行霸道，强抢民女，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哎呀，跪下！陆小花，是我们周家对你们这些奴才太好了，是吧？今天我就告诉你，什么叫做奴婢贱人，律婢出产，把他腿给我打断！住手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是谁呀？这位大人是？我爹是本州木坚。哦，原来是木坚小公子。这位军爷有何指教啊？你们谁是陆石啊？他怎么了？陆石骑射优异，现已被编入预备军。根据紧急募兵令，现在朝廷要为他赎身。这是节度使大人的签批。混小子，你真去应征了？你，阿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不想让我重蹈阿爹的旧辙，可是阿爹死不是因为参军，而是因为这世道。若这世道不变，总会有人无端受迫害。我要参军，我要当上大将军，我要改变这世道。陆小花，就凭你，还想当上大将军，改变世道？我呸！不就是个预备军吗？连前线都上不了。这位军爷，这陆石啊，
作为一个奴才，他不忠于主子，又怎么会忠于将帅呢？这凭证啊，我就大概扣下了。凭什么拿我东西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是奴，我是主，我不答应，谁敢带你走？还给我！这事因我而起，我跟你走，你别难为他。姑娘，晚了，你们这些人都是卑贱的神奴。阿爷，你这个老小人，不准打我阿爷！我今天就送你们上路！别打我阿爷！周公子，等等，周公子。阿元，我来。阿爷，公子，是何必这么心急啊？你又是何人啊？敢管本公子的事？他们与我无关，我是好心来劝公子，莫为一时之快误了大事。哦，就这几个贱奴，能坏我什么大事啊？公子，借一步说话。你这个小子，快把这凭证收。您看啊，这陆小花虽然是个没出息的预备兵，但是大战在即，你动了她，军队一定会严查。这一严查，恐怕就会牵连到您呐。那又如何？有我爹在，他们能奈我何？是，但您为了一个贱奴得罪了军队，需要动用你爹的人际关系，这不划算啊。再说了，这一个贱奴您什么时候处理都行，何必当着传令官的面，对不对？你说的好像也有几分道理。哎，来，这。那行，陆小花的罪我可以改日再定，但这姑娘我必须带走。公子，这姑娘可对您心中有恨呢。您把她留作枕边人，不怕她伺机报复吗？那我把她卖到窑子去。周公子，等等。俗话说有恩报恩，有怨报怨。这姑娘呢对我家有恩，所以阿渊也想报恩。哦，陆妹妹，那你是想？我想代替这姑娘。陆渊，阿姐，好啊，这，此话当真？此话当真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哎，陆妹妹向来听话，我自然是有求必应的。你说，我不能做妾，必须明媒正娶。好，那我就明媒正娶。公子，这恐怕不太妥啊。有什么不妥的？就这么说定了。不过，我也不是傻子。你说，你要是跑了怎么办？不如这样，陆妹妹，在我娶你过门之前，你先跟我回府，怎么样？公子不安心，那我自然会让公子安心。但是阿渊有个条件，在未过门之前，公子必须以礼相待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那未来夫人，我们回府吧。阿姐，阿姐，你谁呀？你拦着我干嘛？你阿姐让我们相信她，我们回去等消息。陆大哥，沈公子去木间府附近打探消息，怎么还没回来啊？他让我等等，这等一点消息也没有，怎么等得下去啊？怎么样？
诗经给我。啊？诗经。哦。可脱身，可脱身？你确定？我相信他。公子可真是疼夫人，为夫人在城西打了一整套首饰，夫人一定都没见过吧？小君，公子赏我的那个荷包，我给落在府上了，你能不能帮我去拿一下呀？可公子说了，要让我寸步不离地跟着夫人您。要不夫人您随我一起回去吧？小君，你以后会是一直跟着我的。如果这点事儿你都不帮我办的话，以后我还怎么用呢？对吧？好吧，好吧，既然这点事儿你都不肯，那到时候我回府上跟公子说道说道。没有没有，夫人你别生气，小君这就帮你去拿。那你快去吧。是。站住！来者何人？我叫陆渊，家住南梦湖。我有事情要禀明大人，放我进去。小村姑，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大人，大人，您难道不想知道军马案的真相吗？什么人在外面喧闹？让他进来。节度使大人，节度使大人。节度使大人，那些军马不是在运送过程中死去的，而是被偷偷卖到了北列。你说什么？民女要状告本州牧监，私贩军马，通敌谋私。运马的老村头都已经招供了，那些军马就是因为他的饲养不周，脱水而死的。孙伯伯那是屈打成招，并非事实。你都知道什么？都说出来。牧监私通北列，以一匹军马150两的高价卖给了北列。您看到的这些尸体，不过是用来充数的，根本不是军马。那些军马被卖到了北列？正是。空口无凭，本官如何信你？这是牧监给北列的亲笔回信。您只需要对比一下牧监大人的笔迹，便可以验真假。起来说话。多谢大人。这书信，你是从何得来的？我假借名义住在了牧监府上，趁他们不备，偷偷找到的。我知道这背后官官相护，层层包庇。您有所忌惮，民女理解。不，我只是在想，我为何会错杀一个好人？大人，我李庸20岁高中魁首，10年7000，连月10级。时至今日，我心中的愿景始终没有变。我最恨的就是这帮国之蛀虫，贪官污吏。我李庸绝不会让他们毁了大圣。阿石啊，这匹马以后就归你了，你一定要好好努力，早日编入正式军呐！哎，来了，这不是那个周家公子吗？该死，活该！没想到不仅平日欺压我，大战在即还通敌叛国，太过分了！
小道消息，听说那陆家姑娘凭借一己之力打入了州府，混得如鱼得水，不出半个月就找到了罪证，现在不仅全身而退，还把他们一锅端了。是吗？嗯。活该。就是，人在做天在看，真是报应啊！阿姐，真的是阿姐。来，后发制人，釜底抽薪，都是你教我的。后知发，先知治，此用兵之要术也。阿石当了兵，说话都不一样了。阿姐，士别3日，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只会嚷嚷的阿石了。我先带马儿进去了。嗯，走吧。看来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。都是沈公子教的好。有些话，终于有机会跟沈公子说了。沈公子还欠我最后一节课，我想等这节课上完了以后，找一个只有你我2人的地方，对你说。这最后一刻，便是断舍离了。什么是断舍离啊？我要走了。走？你要去哪儿？可能回家乡吧。家乡远吗？远，可能很久都不会再见了。保重。书写的红颜，回眸拂流间，当千年陈年，我转身逆流而上，祝你的接盘。四目那一刹碰撞，历千年沧桑，奈何注定被遗忘，时间线缠绕，再也等不。小姐，别看了，人都已经走了。说不定他还会回来。我执迷倔强，不惧世间风火乱，向着你方向，再握住你手掌，抚你青史荣光，这份情依旧痴狂。几度相逢，几度望，拂去你泪光，总是故事写不下有我的序章，愿自情不沧桑，站在故事终章，再与你初见模样。陆源，为什么？既然你也舍不得走，为什么不能留下？陆姑娘，有些事不能强求。如果我就要强求呢？
没有结果的事，强求有什么意义？有些事并不是你想就能如愿的。沈不言，沈不言。没有结果的。沈不言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没有结果的，我们被困在一个逆向的时空里了。鱼在水中游。你说什么？是为也是头，缘起之变，缘起之变。这都好几天了，沈公子怎么还不醒啊？这人长得平平无奇的，也不知道小姐看上他什么，还没陆大哥长得好看。沈公子，你醒了？我去找小姐。别去找他。可是小姐还在等你呢。我不能再辜负她了。啊，沈公子不会是有家室的人吧？沈不言。沈公子竟是如此懦弱之人，连当面告别都不敢吗？抱歉，陆姑娘，在下实在有要事在身，礼数不周，还望陆姑娘不要见怪。沈不言，你站住！那日你问我，如果知道一个人10日后会死，你会选择告诉他吗？那我现在问问你，如果你10日后会跟自己喜欢的人分开，你是选择第1日便走，还是陪他度过剩下的9日？沈不言！先生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我的玉佩。沈不言！先生，停车！哎，先生！沈不言！他还在等我。沈不言！他还在等我。沈不言！他还在等我。玉佩，玉佩。我只要回去一次，哪怕只是告诉他，未来的某一天，我一定，玉佩。沈不言，若真有下一次，我不要与你相认。天意如此，你我谁都无法左右。
3月上巳，丙六路福不祥，大禹晒网。他们怎么说来着？啊，虽然咱们南孟相比不如江都气派，乡亲们也要进福灾厄去，觅得良人归呀。你没事吧？陆源，你认识我？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有个人在等我。但我走丢了。那你赶紧去找他呀！我已经找到了。那就好，你都这么惨了，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怪你的。对了，这个玉佩是你的吗？我在河边捡到的。啊，好，我给你就是了。那，你以后在河边小心一点啊，别哭了。玉佩已然完整，所以这果真是最后一次了吗？昔我往矣，杨柳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我回来啦！哇，3月3，荠菜煮鸡蛋，荠菜能去春瘟。哎，菜卷子累了吧？好香啊，阿爷。多吃点儿，补补身子。吃。没有我的时候，他似乎更快乐。我真的有必要出现在他的生命里吗？阿爷。阿石呢？别管他，我们先吃。他又偷偷练剑了。这小畜生，该饿死他我也不心疼。阿爷，我去看看阿石啊。阿渊，阿爷你先吃，别管我了。哎呀，阿渊。阿石，快拿着。谢谢阿姐。你个笨蛋，怎么每次偷偷练剑都被发现？你看我一次都没被发现过。哎呀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陆石，你这个不懂事的，怎么每次都不听阿爷的话？你忘记阿爹是怎么死的了吗？你要是再犯，我跟阿爷是绝对不会轻饶你的，下不为例。给我站起来，跪好。阿爷，我刚刚已经说过阿石了，他知道错了，你就让他起来吧。他知道个屁！我已经告诉过这个小子了，要么亲手把这木剑折断，要么就永远给我跪着。阿爷，我没错，我不想放马，我想参军。
这小畜生，你是要气死阿爷呀！你给我睁开眼睛，好好看看北面那座山。你爹就是在那座山的后面战死的，尸骨无存。你难道想步他的后尘吗？阿石，做个马官有什么不好的？阿爷只求我们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的。你赶紧给阿爷认个错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快点，阿石。我想参军有什么错？如果有一天，北烈越过了这座山，打到了南梦湖，那有谁来保卫我们的家乡？谁来保卫我们的大伤？真到了魂归九泉的那一天，我有何颜面去见我阿爹？我阿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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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气阿爷。阿爷只是担心你成为阿爹那样。可是阿姐你呢？难道你就真的甘心踩一辈子君子，然后随便找个人潦草嫁了吗？陆小花，花啊！陆小花，给本公子出来！陆小花，我出去看看。陆小花，陆小花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平日里啊伺候我的马的时候那么勤快，这会儿带你进城，难得和潘公子一起潇洒潇洒，你怎么人不见了呢？公子，今日难得休息，我想和家人待在一块儿。哎呀，陆小花，哎呀，你虽然长得像个女人，但你好歹是个男人，男人是不着家的，懂吗？我相信你难得跟我出去潇洒一回，你阿姐也不会反对的，对吧？对吧，阿姨姑娘？对吧？我不去。陆小花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可还记得，你全家的奴气都在我的手上呢。公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跟我这没长大的阿弟置什么气啊？我知道您平时对陆氏多有关照，我们一家人都很感激您。这菌子您收下，虽然对您来说不值几个钱，但是肯定比城里的要新鲜很多。你看你姐多懂事儿，多学着点。这次先饶了你，我们走。纵然我始终无法改变你的命运，我也要让你有力量去挣脱一切枷锁，不再任人欺凌。公子，此相思曲是我所作，但尚未完成，你为何会吹奏？若无相思之意，何来相思之曲？你是那日湖边的？是我，我叫沈不言。你跟踪我，你究竟有何企图？抱歉，姑娘，我所剩的时间恐怕不多了，所以咱们做个交易怎么样？你陪我做3件事，我如实回答你3个问题。姑娘放心，这3件事既不违背道理，也定是你能做到的。
为何？3件事换3问，这比买卖亏大了。那你想怎样？1件事换3问。不干算了。哎，我干。我反悔了，1件事3问，外加5两银子。5两银子？等价物件也是可以的。说好了啊，做完再给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那我问了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叫沈不言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叫沈不言，我是让你自报家门。你自己问的不讲究，怪谁啊？行，算你赢了。那第2问，这首曲子是我所作，你在哪儿偷听的？什么时候听的？也不能算是偷听吧，是在一个水边的亭子听到的。距今为何年？你反问我，外加5两银子。啊，就这么定了。今夕仅凭30年。距今18年。18年。沈公子，你这骗术呢还有待长进。我今年方才18，你说18年，那不就是我在娘胎就奏给你听了？我没说18年前啊。18年后？说不定呢。算了算了，你这个人一句真话都没有。最后1问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好好回答，不许骗我。我看你天资聪慧，是块璞玉，所以想教会你些东西，这样你就不会再被欺负了。你看我这样子像是会被欺负的吗？对，你那些君子都是自愿送的。你监视我什么呀？你好好想想吧，是先听听我教你什么，还是继续给人送君子？好的，我姑且看看你有什么能力。你要教我什么呀？你头上有叶子。哦。这里视野开阔，僻静清幽。我们开始吧。好。第1课。见微知著。你看这个，看出了什么？君子呀。对，你再仔细看看。还是君子呀。是，我知道他是君子。我让你透过事物看本质。银子。你就全当他是银子。那木间公子拿了你1箩筐银子，这么理所当然，你发现了什么？那他肯定收了很多人的银子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他们家俸禄不多，却那么有钱，还能买得起那么大的宅子。继续。那他为什么还要拿我的君子呢？你现在想的是他对你做的事，压迫你的事。你真正要想的是，该怎么反击。哎呦，你小点声！他爹可是木监大人，我们只是平头百姓，而且我弟弟还在他们家做马官，
你到时候给我的10两银子，我还要拿去给我弟弟赎身呢。我们怎么斗得过他们呀？景平皇帝厉行法治，乡里却毫不知情。看来变法失败是有原因的。什么是法治？法治，就是不管他是谁，只要犯了法，拿出证据，公堂之上就可以定他的罪。那证据又是什么呢？证据是下一个。来了！啊！你倒每天都很守时啊。你讲的东西我没听过，爱听，当然守时了。是真的爱听，还是为了银子？爱听也重要，攒银子也重要，我都想好了。等我攒够了银子呢，我要给陆石赎身，还要买一架属于自己的空吼。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你说。如果你知道一个人10日后会死，你会告诉他吗？如果知道这个人10日后会死，我当然不会告诉他呀。因为如果我告诉他了以后，那他剩下的9日得有多痛苦啊！他不会再有心情去倾听动人的曲子，也不会为春日的花香驻足，更加不会有胃口去吃遍这世间所有美味的食物。哪怕有再好的事儿，只要一想到10日后会死，他都不会快乐起来，对吧？所以你今日到底要教我什么？关于法治，你学了很多了。接下来要开开眼界了。天下9国，圣国地处东南，北为北列，西为西戎，是圣国的2大危险。这是琉璃谷，所以你看出什么了？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好了，干嘛还反问我啊？我要你自己想，以后可没我帮你想。为什么呀？有你在就好啦。啊，好，你别生气，我想就是了嘛。琉璃谷是天险，所以作为入关口的火风堡，它是守住琉璃谷的重要城池。你很聪明。继续。还继续。守住琉璃谷，江都才不会沦陷，对吧？这是什么呀？做法？他的意思是没错。没错。还有很多意思，比如好，没问题，相信我。哦，我们圣国倒是没有这种手势，不过我学会了，相信我。让开，让开！让开！安石啊，这2天天天找借口往我这儿赶，毛不是在等什么？不，我没有，我听爷爷的话，我没有去。陆石啊，你这是此地无银300两，我还以为你在这儿等哪位姑娘呢。郭伯伯，你放开我！放开！跑啊！再跑啊！哎，干嘛？你不看看人家是谁？怎么回事？这个女孩子是谁啊？老孙头的闺女啊，就是给木间大人运马的那个老孙头。放开我！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转过去。你说他怎么惹上这个混世魔王的？这不是马上要和北列开战吗？听说他爹养马不善，军马死了一大批，认罪伏诛了。你爹犯了罪，就要给我做戏赔债。我爹是无辜的，你才是犯了罪的坏蛋。哎呀，小贱人！
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才是主子！咱惹不起，要不打断你的腿！我。松手！陆小花，你不在南梦湖产马粪，跑这儿怜香惜玉来了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！看看啊，一表人才吧？我们家奴才。公子，你不能打人。凭什么不能打人？你一个奴才敢管主子的事儿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地界，我就是天王老子，我杀人我都有理。收拾完他再收拾你。这个，我。丞相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居于人臣，甚至居于人臣而不得，不冤吗？李某不喜欢拐弯抹角。北烈不过是希望圣国在有能人之手，两国结成兄弟之好，永不再战。你当真以为我不知你们的狼子野心吗？此话差矣。孤狼难活呀！当今九国乱局，北烈预谋霸业，自然是需要盟友的。这是北烈皇帝的亲笔书。什么意思？元启皇帝不好对付，可他唯一的兄弟北安王却在我们手中。杀了元启皇帝，再扶北安王这个傀儡上位，一切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？既然是盟友，就要有来有往，互相帮助。今后圣国的军政要事，还要多多仰仗未来的圣王呢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什么味儿？这好像是梦游草。梦游草是什么？就是长在北烈的一种醒神草，一般人用只会亢奋，若犯有头疾，便是致命的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急救的法子，别管了，你快去叫太医，快啊！不好，沈不言，怎么了？是李丞相和那个北烈人。丞相，北烈承诺你的全都兑现了，将来还请多多关照。他在九州。
陛下，臣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陛下，陛下，大夫，你有看到我父皇吗？陛下，你说什么？父皇说好要过来陪我玩的，你有看到他吗？父皇，陛下说的是先帝。先帝？谁是先帝啊？先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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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陛下。先帝，先帝啊！陛下来，陛下可还认得臣是谁？你是太傅。父皇说了，太傅就是师傅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亚父。看来他心智失常，以为自己还在孩提时期。我把他当作傀儡皇帝，岂不是比北安王更好？是，对，亚父，自然是仅次于父皇。陛下，你以后都要听臣的，知道了吗？哦，那父皇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乖乖听亚父话，父皇他会夸奖我吗？当然，但是你父皇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他让臣代为处理朝政，这样，陛下以后就可以无忧无虑的玩乐了。真的吗？当然。太好了，亚父，我们现在就去玩吧。好，陛下，臣陪你玩。走。朝廷的事，自有朝廷的人去解决。你我不过平头百姓，能力有限，能掌握好自己的命运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小心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的玉佩呢？在这儿，还好没有摔坏。你哪来的这玉佩啊？你说什么？难道陆渊曾与我说过这玉佩的来历？我与你分开这几年，经历了很多，有些事记不清了。你再跟我讲讲。这玉佩，你当真不记得？它对你有什么特殊含义吗？鱼在水中游，是为也是头，貌似已成空，还如萦梦中。原来那一夜你梦中的呓语，竟全都是真的。你可以不记得家中的那棵玉兰树，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忘记这块玉佩。你我之间真的注定陌路吗？谁？是我。李丞相。阿渊，出大事了，快让我进去。阿渊。丞相所为何事？陛下今日是否来了净华楼听取？
是？刚刚有人在巷子里发现了一具尸体，是宫里的车夫。想来今夜送陛下回宫的是北猎人。北猎人？没错，他们在马车里点了醒神草，引得陛下投机复发。那陛下……幸亏我发现及时，保住了陛下性命，但却心智失常，状如孩童。那朝堂岂不是要乱作一团？绝不能让大臣们知道这件事。陛下没有子嗣，唯一的弟弟维安王又在北猎手中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若此事败露，大圣就完了。那丞相还有对策吗？并非我贪恋丞相之位，如今之计，唯有瞒天过海，再谋出路。瞒天过海？我此来学你，就是希望你能来帮我。除了你，我再无可信之人了。丞相想要我怎么做？连夜进宫，做御前长工，专门负责照料陛下的起居和日常，而我负责政令外出。如此，可保大圣一时无虞。我若伏低做小，慢慢培养自己的力量，或许能保陛下性命。有朝一日，也能将他的恶行公诸于世。阿渊，一入宫门深似海，未免节外生枝，你与那人也必须一刀两断。但一切都是为了大圣，为了百姓，为了陛下与先帝未竟之复兴大业，好吗？一切谨遵丞相安排。昔我已杨柳依，今我来思。雨雪霏霏。小姐，你当真要进宫吗？不要去。我知道，你想要制衡李庸。你想要保住陛下的性命，但你知道你这样做，你会死的。我早就死了，不是吗？对你来说，我不过是史书上寥寥几笔的陌生人罢了。你是否想说，你爱上了一个人，却不能与他长相厮守，不是因为外界的桎梏，也不是因为他不爱你，只是因为他的过去是你的未来，只是因为我来自很遥远的地方，只是这个时代的匆匆过客。我们走向不同的方向。我该走了。不要走。你既知晓，那我便一五一十地把未来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。不必了。若我的命运已成定局，不告诉我，反而是一种仁慈。
真的没办法改变了。你早就知道了，不是吗？沈公子，珍重。那你这次回来还走吗？我不走了，以后每个上巳节我都陪你好好过。你是否愿意离开镜花楼，离开江都，与我结庐南梦湖，相守下去？雨华，到皇宫了吗？雨华，雨华，沈不言，怎么是你啊？沈公子，我希望你能给小姐琴瑟和鸣，弦乐野鹤的一生。我希望小姐永远幸福。小姐，你一定要幸福。为何要干受命运的摆布？你就不能自私一点吗？就不能有自己的愿望吗？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古人在想什么。一个国家的命运，为什么非要由你来背负？我们远离朝堂，到世外桃源共度一生，不好吗？这天下与你何干啊？沈公子，你之前问我是否愿意与你结庐南梦湖，我现在回答你，我想，非常、非常、非常的想。那是一个哪怕想想也足以温暖一生的美梦。可我若是为了一己私欲，与你隐居南梦湖，那千纸里云、昭雪沉冤之事就没有人会去做。我不知道你那个时代的人们会如何选择，但这便是一个生活在元启元年、胜过平凡女子的答案。也许我和你身上都有不同的使命，带着不同的使命走向不同的方向。未来我们还会遇见，但请沈公子一定不要试图阻止我。我转身逆流而上，祝你的接盘。对不起，与你相见的每一次，我想的都是如何去改变那一夜，从来没给过你真正的温暖和陪伴。再也等不到执手相看。好了，明年咱们还要一起过上巳节呢。
不就是进宫吗？我陪你。哼！你别忘了，我可是陛下特封的沈丞相。当然了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这丞相之位嘛，我暂时让给李庸。我想想，我进宫之后干嘛？是吗？御厨？沈公子，当真愿与我一起求于这深宫之中？当然了，只要能陪着你，干什么都行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只要与你一起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那让本长公想想，要你做一个什么好呢？有了，沈公子不如做一个起居郎怎么样？沈先生，你快醒醒！沈公子，没事，刚被雷吓了一跳。我想好了，有你陪着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等到时候推翻李庸，昭雪真相，我们就一起解路南梦。然后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，好不好？为什么是现在？沈不言，沈不言。怎么停了？沈不言。